三诺霍拉好，三诺霍拉，有些年轻人比较容易翻哈，都翻成比较恰当的阿美嘴翻成国语。好，那这几天我马拉里在搞 orang fatat kurumiat sa ciberang sang sarmiamiat jika kesiniatan kuma tayala ipaputa ila paing satu cita hau saka manaca mahan kuatan mitai ayau memahai hau mahan to apa ucital kini jika saan hadidi sama tayal ipala-palaan hanai kumatayala itini paputal turumi mafadzat kurumiat inachila au paka sesuatu tu kuno kalingko sanitini ilu isui saku soal hau i pahalsan sumat ko rumiat nimita jika matini ko fadzat i to mehcacaan anini amehcan pahalsan fadzat ko rumiat 好，下帮kita 好，嗨，我们就先开始喽。我们先到第一句啊，你想想看，我们在言翻中啊，言翻中。好，我首先和那么个好，首先我先念一遍，首先那么个有 kekedalan no rumiat iraku malcatai lekakawa no kalau pinacatan i Taiwan milongo tu kawas misa orat 跟今天的天气有关的一个题目哈。有 kekedalan no rumiat iraku malcatai lekakawa no kalau pinacatan i Taiwan milongo tu kawas misa orat 那你试着你所了解的内容翻成中文试试看吼。Masa pun nasua nuninen sana holaman anifalit kina nasua nupangcah 用你的中文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好，但他们nomita好。那翻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每个人翻的方式不同，但是只要意思说对，讲对了。就可以了。有人也会翻字典哦，有人有那个吴明义教授的字典，有些单词或者是你不了解，可以翻翻字典，了解那个单词的意义是什么，你再融会贯通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一段里面在说什么。Anak matua pun miso pi valid misohan matua ko fana na miso akakanguto amitilit ami surit hau apa araw to alumanay tini kita masa sinanam masa si pasifana samaanan tapansal matatutong punipalitan asaan akakanguto iso amitilit 我现在的音量，你们觉得还听清楚吗？Masa Pinang tu amat dengar ku ngiha ku hau？可以。还可以哈，Masa Pinang tu hau，还。老师，请问一下，要写中文吗？哎，写中文就可以了，写中文就可以了。哎，那能不能米单你把你抄？
好，那到时候拜配云已经完成了后，关于旱灾，在台湾各个族群都有相同的风俗习惯，祈求上天降雨。这个文学不错，很简单，就可以把整个这句话阿美族的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哈。佩云，谢谢你了，你第一个先发表，阿赖信息，觉得很好。最近台湾也是降雨量很低，花莲也没有下雨。昨天从桃园回花莲回光复，我现在人在光复，看到田里的那些农作物有点叶子有一点开始枯萎了，听他们说好久没下雨。好，7:18美惠老师也写好了，我帮你念哈，因为这是中文，我帮你念中文。好啊。当干旱的季节，在台湾的族群有相同的仪式，就是祈雨祭。马达马多，因为谢谢。就是一个祭典了，也是一个风俗习惯。那现在既然说讲到这个米萨欧拉，那就是一个祭典，所以一个仪式，什么都，你们这个中文都写得不错。当干旱的季节，在台湾族群有相同的仪式，就是祈雨祭。米罗沃杜嘎瓦斯就是祈雨米罗沃杜嘎瓦斯祈求上天降雨，都对。达玛都。米罗沃也可以吗？祈求。米罗沃也是啊，米罗沃都Pagarayan米罗沃。白话一点的米罗沃的好了，诺米到邦扎，米罗沃就是祈求。Ira how menghargai to mitilisan macam ekonomi so mitilisan pancal to Pak Rawan itini 讯息栏还有没有跟他们有时候其他不同的语法都可以来写在讯息栏这一个栏位。那我们彼此学习，彼此参考，怎么样写？其实他们两位都已经到位了，已经把这一段阿美族语的内容已经意识得到了。你也可以用你想更白话，如果我更白话我有更白话的说法，比如说 “yo” 这样 “yo”，修布兰阿美的 “yo” 就是当的意思，当怎么样。Kekdalan Romiat 就是干旱的季节，美惠老师写得很清楚。Kekdalan Romiat，Kekdalan Romiat 就是干旱的日子，也对，干旱的季节，干旱的日子。Ira 就是有 m a l z a d a i 是一样，白话文是一样。有一样的那个高啊，一种祭典，一种风俗习惯。
No， Bina Zadan 是族群 ，Galo 是各个族群，Galo 是各 ，Bina Zadan 是族群 ，Galo Bina Zadan 是各个族群，在台湾。好，如果大家都觉得他们2位都已经表达出这一段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留着参考他们的写法后，我们就看看我们下一句的内容，我们就不用耽误很长的时间，我们互相学习。有人写了，我们就来参考它的内容。好，第2段，我把它算是第2段哈。我念一遍，首先honamaku awai doa ma'arau anini ku matini ai adama deng u matoasai toko mapana ai awai doa ma'arau anini ku matini ai adama deng u matoasai toko mapana ai。好，按照你的了解，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哦。按照抓滚比能那么说，比少些那么说。好，把你真成了荷兰们，好，写成中文成了荷兰们阿米地利。来，你说好，我们少些，我们第2段，我们说梅慧老师，米谷老师，少些，我们第2段，我们说。Nandangan ako ha. 好，Nandangan ito naman ko好。现今社会已经看不到这种仪式，只有老一辈的人知道。还什么都灯只有灯就是只有好灯，我们都阿塞都过把那爱还尼尼就是现在，尼爱阿夏盖呀。好，我们也看到那个配也写好了哈。好，佩云，你念念看你写的内容好吗？这样的仪式在现在已不复见，只剩耆老知道这样的仪式。好，很不错，你的词句就是那样比较深入一点哦，很好。现在这样的仪式已经真的是不会再看到，不再看到的机会比较少，就算有，都是在那些表演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仪式。
这些只剩下我们老一辈那些耆老们还知道这样的一个祈雨祭的仪式啊。如果没有文字记载，我们真的也忘了这个仪式的过程啊、意义啊。iraho hau na iraho ko jima jima hau jima jima niraho nanaman tanam dili hau。ini的距离清华老师不顿心系是吗？naman konomiso hara neng palit na holam hau。pipalit no holam ko pinanam meminta anini。我是初学者，不晓得写的对不对。都可以啊，只要有试着练习都可以哈。好，你念念看，秀英，你念念看，你今天刚所写的内容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情况，只有老人家才知道。也对了，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如果从上面你读下来的话，这个情况应该就知道是这种仪式的关系，也只有老人家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按照这个母语的直接翻译，就是白话的话是这样，我爱就是没有，看到就马绕，你是现在不马蒂尼爱这种的事情，到现在这种事情再也看不见了，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所以你用白话的写出来也都对，只要表达出这个意思就对了。然后mitili在好，macam misal pitili pipalit tina suan bangsa ai paarawan itini isin silan。希望我们速度会越来越快哈。我们给那些不太会的年轻人也多一些学习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可以多写一些文章来翻译，来练习翻译，多翻几次，你就会越来越熟练。如果你第一段已经写了，也可以发表在信息栏里面，我们可以回头看也不一定是说现在这一段，你前面一段你还没有放在这个信息栏，也可以放在信息栏里面现在我们是讲第二段部分，第二段。好，如果你还没有写完也没关系，也可以继续写
那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多练习几个短篇做练习翻译哈。所以我们可以看现在接着要把第3小段稍微长一点，我们分2小段哈，太长，我们怕太长了，那我们弄短一点了，还有分2个小段了，把这小段短一点来。我念一下这一段哦。Matalaw magdal ko oras humiat. Matalaw magdal ko humiat. Mapati ko pinaluma no maumahay. 这很简单，试试看。Matalaw magdal ko humiat. Mapati ko pinaluma no maumahay. 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这句比较简单哈，Matalaw pa magdal ko humiat. Mapati ko pinaluma no maumahay. 那把这句话翻成中文的话，应该是怎么说呢？老师，我修改一下。没关系，随时修改都可以。
有老师已经放在讯息栏。那现在先是7:36，美惠老师写的内容，我帮你念哈。族人害怕干旱，因为农作物会枯萎。对，害怕，大家很害怕，大家都害怕那种干旱的天气，因为怕所种的农作物都枯干了。好，因为农作物会枯萎。哎，哦，好，枯萎都可以吗？请细。真的，什么都枯萎给了，枯萎，什么哦，都，哎，什么哈子，然后写得很完美啊。好，那个配音重新写过了后，好，我来帮你念一下哈。你们每次写的都很好。农民害怕干旱的天气以及农作物枯萎，还都到位了。然后美玲，哎，不错，美玲，务农的会害怕干旱，农作物会枯干，还什么都务农就是我们还。kalau masalah ekonomi害怕干旱的天气，所以因为农作物会枯干。把电啊，然后好，咱们 menulis 这小段很简单。好，那我们就下一句哈，本来是这一句是一大段的，现在把后半段好，秀英也写了，写的更简单扼要的说，农夫害怕农作物干枯，害怕农作物干枯。好，那秀英，如果你想要内容长一点的话，你就把第一句也把它翻出来，害怕什么呢？这样。先害怕什么样的天气，以至于农作物会枯萎，这样。你可以把前面一句再翻出来，就是说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什么样的天气？因为这个天气会使农作物枯萎。好，反正都好。下一句后，下一句门是一整句的，我们下一句把它拆开来分变成这一句。好，我念一遍啊。首先，honama kuyo saka kriden no tomok ko pinaulan dala alo bisa ora， 就这样结束了哦。saka kriden no tomok ko pinaulan dala alo bisa ora， 这很明显哦，这句话结论就是这一句结论。Saka keridan no tomo ko pinaulan tala alo misa orat. Ini cerita.
佩云也完成了，我来代替你来把它读一遍。所以头目会带领村民，也就是族人，到河边进行祈雨仪式。是的，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看7:43。所以头目带族人去河边做祈雨祭，也对，就是头目就带领部落的人头目带着部落的人到河边做这种祈雨祭。好，美惠老师也写了，因此头目就带领族人去河边进行求雨的仪式，都是意思都一样写法不同，都已经到位了。好，这一段呢，就是这么很简短的一篇短篇。那么我们慢慢会把短篇稍微加长一点有些时候会把一整段让你去翻，你大概把整段的意思融会贯通，写成一段中文的意思。好，在结束以前，我再把这一句话再把它分实义的方法。Saga， 所以呢 ，Kreten 是带领 ，Tomuk 是头目，也就是部落的领袖 ，Binolan 是部落的人部落的所有人 ，Binolan 族人，部落的人。达拉去阿罗，达拉阿罗是去河边，到河里做什么呢？弥撒欧拉就是做祈雨祭，弥撒欧拉这样。好，秀英也试着发表他的内容了，我来读读看。因此，头目带着大众到河祈雨到河中祈雨的可以到河里祈雨。好，给它画好。Hai, anu matira, tatapang kita tu follow hai pencang hao, tatapang hata kita tu follow hai ika ita tuan, ana menita mansa na kina isi ni na sanu pangcahan nanu pangcahi palitsen amisana holam. 好，我念一遍，小心后那么过号。kasa pinacatan itini tuna hekar makmin irako sakaci pinang no paitemek tu sapa rai tu sakaci itzer no serangawan. Riawan haja komisa osia hao. Kasa pinacatan itini tuna hekar makmin irako saka ci pinang no paitemek tu sapa rai tu saka ci itzer no serangawan. 你试着看看这个内容，有些如果你查到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换句话说，怎么说？ Pinacatan 知道了 ，Pinacatan Kasa 是因为各个Hakar 你查查字典，有字典的什么叫 Hakar？ Makmin ira Saka Cipinang Pinang 是一个字根 ，Pinang Cipinang Saka Cipinang Paitemek 什么意思 ？Paitemek Sapa rai 是一个大字根，前面这个 Sapa
用来做什么？都又是萨嘎。萨嘎接一字一字是力量，接一字有力量。萨嘎接一字呢？好，后面一个 serangawan， serangawan， 什么叫做 serangawan？大家试着练习，如果有字典翻一翻，给点机会来自己查出来的字会印象比较深。
我们看到了佩云女君放在信息栏，她的翻译的结果，我来为大家念一下。在这个世界各族群，都各自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在努力的复振中。老师，那个我有修正，好，第二句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句53分修改的，在这个世界各个族群都很明确的各自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在努力复振中。更内容更确实了历史文化，好，努力的去复振自己的文化。Sarangawan tuh sakace itzel no sarangawan. Makmin iraku saka cipinang no paitemek to saparairai to sakace itzel no sarangawan. 都有一个很清楚、明确的各自的一种传承自己文化最有力的方法，来复振自己的语言也是复振自己的文化。老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我在各个再把那个单词好，我们先看7点56分美惠老师手写的内容。为在世界的各族群都在努力复振自己的文化。Makmin iraku， 我再说一遍Kasafina Jada 各个部落、各个族群，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 ，Makmin ira 也就是全部都有。Sakaci Pinang 用来或是很清楚的 no Paitama 也是各个都有很清楚的 Saparairai 用来传承自己的什么呢？让你的文化更能够复兴起来的方法的意思。好。Serangawan 是文化 ，Serangawan 是文化。我是这么写的，在这世上的百姓几乎都有能力去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去传承。我都是这么写的。对呀，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方法。各自都有自己很清楚的如何来传承、延续，让自己的文化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好，口语也都可以表达，用口语表达也都可以，就是我们就是要练习把它说出来就对了。然后我们第二代好，是他跟你的讯息栏。好，美玲也写好了，在7点57分，它放在这里了。我来读读看。现今的社会
各族群能够了解，努力的复振传承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明白，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怎么样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大家都一个很清楚，大家都有很清楚的各个自己努力的方法，就是要把文化传承下来。萨巴就是用来传承、流传。萨巴来这样。让自己的文化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很有力。萨嘎这一阵儿很有力的流传下去。萨嘎就是使或是有力量，能够有力量。好。Nira hukum dilitai matini pancato dilitan to pesatakan anahani dini sisilan hao. Ai marawa toko siwa ai atuki hao bahan han kita 好8点siwa ai 我急着下课，现在是到了8点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10分钟，我们明天8点10分我们再回来继续把这一段内容能继续把它翻。里面插电，里面插电。好，我们再继续下一段哈，下一段。都是讲伊拉是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一段把它连在一起，不要太。下面第5段了，第5段这句，好，好，我们先翻这一段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来念一下它的母语阿美语的部分。Ha Irako pakai ni ai patalah kartu radio. Irako pakai ni ai patalah kartu radio atau kerok. Hao, 下一句 Irako Pa'arawai tu ni to'an 就是雕刻。tu ni to'an tono kilang atau ni to'an tono folklore 虾性人像虾性是图片或是景象都可以沙性Irako pakai ni ai patalah kartu radio atau kerok表现歌和舞蹈。Irako Pa'arawai tu ni to'an tono kilang atau ni to'an tono folklore 虾性。这句话主要在讲前面那一句，大家都有自己的显示自己文化的方式。那显示自己文化的方式有这么多种。那这句话要怎么表达呢？
嗯，Iraku pakai ni ai， Atalahkar 有的是从 Atalahkar 展现展示，在 radio atau kero 有的 arau 展览 arau 展览展示 doan penukilan 木雕 atau ni doan keluar 石雕。就英已经还有照片，我忘了写小信。哦，没关系啊，在家很好。好，美惠老师也写在信息栏呢，来，我帮你念一下你的内容。有的用歌谣和舞蹈呈现，有的用木雕、石雕来展示。那展示什么呢？下信很多种说法。有人现成雕刻品呈现 folklore， 应该小信是指他那个 folklore 的照片。请信要加照片吗？小信。我想不用了，应该是 folklore 雕刻品，我不晓得啦，还是要请教老师。对，石雕来还有，木雕及石雕来展示。小信是日本话的，我们引用它的那个日语叫小信相片，但是换句话说呢，就是也可以是照片，也可以是影像，也可以是肖像。这里到照片应该是指他们的雕刻跟那个石雕吧？那个图像，
图像哈，就写展示照片，展示图像，还能要加图像。好，有的以歌曲米利班奈写的，有的以歌曲舞蹈来展现，有的以目标石雕及照片来展示。还有谁？下，他有日文。就是以小性。小心，我们很简单，就阿美族叫小心，日本话一个小性，小性，就是日语的译照是肖像，所以在这边应该是只是一个那个。或者是那个那个这里应该是一个偶像肖像是什么？用木雕啊，用木雕跟石雕来展示那个雕像。对，那雕像，展示雕像。好，不要再计较那一句话，反正就是用各样的方式来展示。就是雕啊，用木头雕就木雕，用石头雕就是石雕，好，都可以。我们看看那个8.20写的哈，有的用歌谣和舞蹈来呈现，有的是用照片来展现木雕及石雕。反正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来展现自己各族群的文化。应该是人家雕的那个图案嘛，包括把这个按去展示的。展示。石雕跟木头那这样雕的，应该是。都安，记得就是都。好，我们再看美林8.20所写的内容。有人呈现展出歌曲与舞蹈，还有雕刻人文艺术作品，很有艺术，很有文学哦。好，我们再看佩云在8.21，有的从歌谣及舞蹈来呈现，有的用木雕工艺以及石雕工艺来展现，也都是很好的翻译的方法。好，大家都比较踊跃，写得越来越深入。来，我们再看，还有人吗？我们再看下一句哦，这段内容比较长，我们慢慢来。这一句，我们要长一点吗？不要太长，我们短一点的，不要太长。我们来看这一句。Iraho 还有 Iraho ko pakai ni ai to nika tatamaan no pinangan no orep atau nakakawa no lisit. Nakakawa is 祭典。Iraho 还有 ko pakai ni ai to nika tatamaan no pinangan no orep atau nakakawa no lisit。binangan 这句话的 binangan 是如何来说呢？什么叫 binangan？ 态度、行为吗？ binangan 是态度、行为吗？tatamaan 是很特别的哦。
珍贵的。达达玛安很珍贵的，也是达达玛安，达达玛安诺binangan no urip， 生活的行为态度、习性binangan 标志binangan no urip 生活习性。binangan no urip 生活习性很特别的。Tatamanai tatamaan no binangan no urip 生活习性。binangan no urip 生活习性很特别的。tatamaan atau Lekakawa no 离性，刚刚教过了Lekakawa。刚刚写过Lekakawa。Lekakawa 也是气点，也是生活习惯，也是生活习性。Lekakawa 也是生活习惯。binangan 也是生活态度。好，米粒已经8:25，已经另外他说然后另外呢，有关于生活的习性及祭典，很简单扼要的把这个生活习性跟有关的还有理性生活的习性以及Lekakawa no 理性祭典。Lekakawa 就是祭。Lekakawa 我们慢慢从这些句子里面慢慢了解，所以有些时候要怎么说这个计划，因为有些没办法说完全是这个字就代表什么中文，我们没有相对的词句，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同样，这个Lekakawa在这里又变成什么解释？没办法跟中文一个绝对是相对的中文。所以我们要把整句话的内容要了解才可以。所以从你们今天所写的，就慢慢了解到你们对这个翻译越来越清楚，要怎么翻已经抓到翻译的要领。那其他没有写的，请你来参考他们所写的内容。大法晚安。大法晚安就是很
在生活习惯中很特别的还有布格高瓦在气语当中，好，配音也学完了，我来读读看。还有从非常特别的生活习惯和祭典文化的呈现，那就把上一段的内容，然后在这一段里面一起来表达。还有从非常特别的生活习惯和祭典文化来呈现啊。好，一般来更正他上面所写的，更正为另外特别有关于生活习性以及祭典仪式，越来越深入咯。美玲也完成了，还有呈现出很特别的生活以及文化祭典。也对，特别的，达达玛安奈，就这句话，达达玛安奈的生活习性，还有文化祭典，好，你们都越来越写得很好哦，还有吗？如果正在写没有关系，继续写，然后马上等一下也可以放在信息栏里面，等一下还是可以看到的。来，我们再下一句哦。今天希望我们都多多练习。好，这一句哦。好，这一句来，我念一下哦。达达利姆拉安，在这个达达利姆拉是利姆拉是一个字根，达达利姆拉安古邦沙多。Sapiriket likakawa. Sapiriket likakawa. Itini irakat no orip. Makmin madu do tuni. Sapiriket likakawa. Itini irakat no orip. 就是在你一生当中 rakat no orip min 全部 madu itu tuni sapiriket 都遵循 sapiriket 规定nakakawa nakakawa 出现好几次了。tada limlaan 要命令哦。limlaan no limlaan tada limlaan 古邦扎阿弥陀非常的珍惜都sapiriket nakakawa sapiriket nakakawa itini irakat no orip makmin miduk do tuni sapiriket nakakawa tada limlaan upang sahto sapiriket likakawa。一定王组长写好了，王组长来，ini tokiso， 组长，我帮你念一下你的内容哈。大妈头，我刚到了，不好意思。来，另外也有的呈现生活的重要特色，以及风俗习惯、文化祭典的特性这是上一句的嘛，刚刚上一句的内容。另外也呈现出生活重要的特色，以及风俗习惯、文化祭典的特性，这是上一句。
好，pertama tu lancar kumidilitan miso. Ini tu ini 下一句好。Tadalimlaan ku bangsa tu sapiriket likakawa. Itini rakat na orep makmin miduk tu tuni sapariket likakawa. Menyincu min amisa bangsa. Limlaan tada limlaan. 这边的tada limlaan。他特别强调daga limlaan sanai aswal bangsa ini 特别什么样 sapiriket sapiriket riket 是跟 sapiriket。好。那个 sapiriket likakawa 这句话 sapiriket likakawa bangsa 特别的珍惜 limlaan ku bangsa tu sapiriket likakawa。mini 版奈写完了，有几个已经写好了哈。
我们先从8:38佩云所写的内容，我念一下。要非常珍惜阿美族与阿美族的传统文化制度，在这一生中，全都要遵循阿美族的传统文化制度。你们的恩真的是要珍惜哈，你们的恩要珍惜这个制度。制度、法规、法则都是沙里格子、嘎嘎哇也都是。我们再看下一位，我觉得很好的，好，米利白奈也完成了，我来读读看。阿美族族人特别珍惜生命的戒律，尤其在生活上以及生命上需遵循的戒律。都全部都会遵守这个戒律。好，这个全部都遵守，阿美族人都会遵守。都全部都会遵守这个规定法则。好，我们看这边版好8:40，几美林都在一生中要非常珍惜、遵守阿美族在文化上的传承。在一生中，全部要遵守阿美族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承里面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规律、社会伦理啊，在文化里面有生活伦理，还有遵循的法律。我们要阿美族非常的珍惜。好。阿美萨谈到，阿美族是非常珍惜这个文化规律法则，在生命的一生当中，全都会遵循这个文化伦理道德，都在这里面。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长辈都要说，姨妈、妈妈都要这样称呼，跟你爸爸妈妈同年龄的都要说姨妈、妈妈。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不是阿美族了。因为其他平地人不会称呼别人的爸爸妈妈叫姨娜妈妈，可是，在我们阿美族里面，对姨娜妈妈就是对所有的族人的都非常的尊敬，把她当你的妈妈、你的爸爸这样的看待，这样的尊敬。姐姐，嗨，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哦，一定你我的这一句啊，这一段啊，要怎么翻会比较？一定你在你一生中，在一生里面，在一生阿卡诺欧瑞在你一生呢？他可以说一走来吗？这一生来，因为有拉嘎。你再说一次，拉嘎是走路，对不对？可是换句话说，是你这一生里面，这一生当中，拉嘎在这里不是
走路，就是你的一生里面。好了解。所以我写这一生都是对，这一生就是你这一生呢。你一路走来，中文叫一路走来。对，我本来要写一路走来，你一生后世可以讲，老师可以生活你的人生历练。对呀，你的人生经历。白话一点是一路走来了，你这一生一路走来，整个生活历练，米粒老师说的都对，都是这样。你的生活历练，你的一生当中这样。好，我们能达过你。迪丽丹尼处长号8点42分的时候来稍息那个号。阿美族非常重视部落团结的规范，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遵循这些团结的规范。每一个人呢，就是马命阿弥都马命全部都要遵守这个规范，生活伦理规范，命你都全部都要遵守。只有不是某一个人，是每一个人都要全部要遵守这个我们的社会伦理规范，而且就是 regard 让我们团结在一条心的 regard 规定。Mereka Tuvalu 主要是团结在一起的 regard。好，处长，rumah kunumiso， aray， untuk as kumiso， untuk as你的生活历练，你的生活历练 ma'araw itini。好，然后我们在下一句后，harkan takinyanam一篇短篇文章，不按mita，一小段一小段会比较好翻译。好，那都mitoor to palapatan midema mitoor to palapatan midema to bisa cepat. Mitoor to palapatan midema to bisa cepat. Miirisin atau rumah ho mato pareng-reng， 特别查一下这个pareng-reng， 我们很少用。Mitoor to palapatan midema to bisa cepat. Miirisin atau rumah ho mato pareng-reng。这个应该是算在前面把它接回去，这一句比较完整。好，pareng-reng是什么？好，把这句话。我再写一句哈，都没看清楚啊，这一句比较完整。pareng-reng， pareng， pareng-peng吗？ pareng-reng， 不是 pareng-reng， 不是 pareng-peng， pareng-reng， pareng-reng。Mitoor to palapatan midema to bisa cepat. Miirisin atau rumah ho mato pareng-reng. Oraday atau
pangangan tuawa alisin，有好几种的仪式这里面有好几种仪式。misa cepok， mi ilisin， parengreng， paoratai atau pangangan这个好几个仪式的祭典，理性是祭仪祭典。这里面提到好多的祭典。misa cepok 的一个祭典 ，mi ilisin， parengreng， paoratai， pangangan， 就几个祭典仪式。那红灯是什么？燃烧的火是。红灯是巴拉玛吗？或者是红灯是特殊的树木。你是哎，你说umakan ko palapatan。巴拉罕季节，季节，一年四季的季节。啊，嗨。按照季节，巴拉巴旦。巴拉巴旦，找不到，很少用巴拉巴旦。巴拉巴旦好像记得是季节，好像是季节。哎，王处长，巴拉巴旦是不是一年四季的季节？有，你看处长写好了。来，我们看处长已经写好了，巴拉巴旦就是季节来，首先那个处长，你第一单你说，Mitoor 是遵循依照季节来举办各种的海祭，有的地方叫河祭，靠海叫海祭。这个纵贯线9号怎么没有靠海那就是河祭，还有丰年祭，还有其他成年礼的文化活动。成年礼。好，平安。老师，我的没有完成，后面刚刚拍的后面有，还有，对，文化活动漏掉了，当然。认识男士的阶级，成年礼阶级巴登认就是成年礼还有也是一种成年礼的一种基本训练很严格。处长关于般的巴登认是哪一个部落的那个成年礼的名称南是阿美的南是阿美的成年礼。南是阿美的成年礼就是巴登认，南是的。他们有一个很魔鬼训练的巴登认。好，巴登认还有一个巴欧拉呆，还有呢pangangan tuawa，局长还没写到那个呢，还有给孩子起名字pangangan tuawa。刚刚我拍的漏掉了。是啊。马拉瓦。马拉瓦itu seperti pangangan tuawa atau misa orarai atau pangangan tuawa。你起语记跟那个帮孩子取名字的仪式，
好，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巴扔扔，好，我们看配音也写完了8:54号，来，我来念你的内容哈。依循季节举行各种的祭典、海祭、丰年祭，还有其他像成年礼、祈雨祭及小孩命名的仪式的祭典文化，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配音你写得很完整哦，没有漏掉。写得很完整了，没有漏掉。刚刚我在想那个把扔扔，因为我没有听过，我们那里没有叫，不是叫把扔扔，所以查了一下，还真的是有啊。像汪处长说的是南斯阿美的他们成年礼叫把扔扔。我偷看那个杜贡老师的成年礼，因为我查字典，他是写火力，我本来写火祭。火祭那是前面，后面也会讲到，后面再继续查字典，后面还有讲到这个祭，而且是特殊的训练，这样，也就是说成年礼有一个很特殊的训练，在南斯阿美里面严格的魔鬼训练，所以有些时候有各部落有些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顺便学习到其他部落的说法。南式的用词是不是比较深奥？那他们的习惯呢？有的地方不是这么说，有的地方不是这样说他们用这样的说法，特别的这个把人认。有些时候我们是很少听过，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那个巴拉巴旦，我一直想很久对那个巴拉巴旦就是一年四季的季节。好，我们再看看我们希望这几位已经努力在写的人，谢谢你们把你所了解的、所知道的，能够写在讯息栏，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好，下一对剩下一小段我们就把这一段完成，好，就结论了。来 ，unini satu laduduan telot sakaci sakaci cetek no pinacatan serangawan unini， 这是结论unini satu laduduan no telot sakaci cetek no pinacatan serangawan unini。Taduduan telot 就是后代子孙 telot 后代子孙。那几只力呢？几只力有精神吗？有精神之力，几只力。那个米粒也写好了，好。刚刚我们的处长也修改了，我们来念念看它的内容。好，处长重新再写了有关于前面这一段，依照季节举办各种的海祭、河祭、丰年祭以及成年礼、祈雨祭、命名仪式等等文化活动，全部包含在里面的记住嘎拉哇。好，米利班纳也完成了。我依各季节遵循海祭、河祭、丰年祭、成年礼，那个多一个祈祈雨祭前面的祈都出来，祈雨祭以及新生儿命名等文化活动怎么多？只是多了一个字。谢谢，我多了一个祈，因为中文不好。这也是力量的
一门不对啊，也都是力量，也都是力量、能力、动力、使劲。即之地就是有力量，萨嘎基之地使他有力量，很强壮。哎，萨嘎基之才能够很有力，很有力量。萨嘎基之地很有精神，很有能力。Gimer 也是啊，萨基 Gimer 很强壮哦。可是，这里努比那达丹哦，这个部落这个族群会更强壮、更有力啊。塞拉阿湾古尼尼这个部落的文化更能够强而有力。在各个祭典里面去呈现，让自己的文化都在生活当中，一生的生活里面都呈现出各个族群的文化。这个古尼尼，萨赫都是全部都是萨赫都，全都是萨赫都，全都是五大都督恩要遵循的。谁要遵循呢？我德罗德罗后代子孙，我们各族群的后代子孙都要遵循的，全都要遵循的，全部都是要后代子孙全部要遵循的，让你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强壮有力，使他安湾你的文化，这些都是会使你的。要你的后代子孙就要遵守，去执行，才能你的文化能够延续下去。好，好，我们第一个看到是配云已经完成了，我来念念看它的内容。这个全都是要传承给后代子孙最有能量的阿美族的文化。古尼尼全部都是我们的后代子孙要传承的这个最有。好，美丽你完成了9:02这一段，这些阿美族文化的传承都是后代子孙要遵循的。萨嘎基之地，哇，不之地，一点精神都没有。基之地就是有精神、有力量、有能量。之地就是很前，是湾文化。给你写好了。好，Lihat markai hau.
是。好，我们念一下米利班奈的内容。这些使我们后代子孙拥有文化遗产，这个拥写错了，对不起。对，拥有的文化遗产。今那么大号啊，他呢有在书写的，写完了可以播到这个信息栏里面，我们一起来。好，美玲，你稍微更正一下你的原来的内容哦。好，我来念念看你更正过的内容。这些阿美族文化传承的精神，都是后代子孙要遵循的。有改变了一些改变一些分段，好，也都很好，也都可以，这些都是我们后代子孙要遵循的。我大都恩努德罗德罗兹，我大都恩努德罗德罗兹，都是全部都是哦，全都是哦，这样子都全部都是德罗德罗兹。Maka Ciceno binatatan Serangawan Kunini 使各族群的文化能够更有活力，使各族群的文化更有活力。好，我们再看，哎，请说。那个面的那个古尼尼，这个有最里面那个乌尼尼，乌尼尼都是一样，乌尼尼跟乌尼尼，这个他们有像后面那个古尼尼是指它的主要的对象，主要的是说的是这件事情斯兰阿万吗？还是这件事情？因为他用了两个，乌尼尼这个呢，在乌尼尼语这个呢，全部都是讲乌尼尼语都这个呢，全部都是后代子孙讲要遵循的。那后呢，古尼尼是整个全部这件事情，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这里乌尼尼是只有指全部都是后代子孙所要遵循的。Saka Ciceno binatatan 就是后面这句 Saka Ciceno binatatan serangan kunini 让我们的各族群的文化更有活力，是指这后面这句话 Saka Ciceno binatatan serangan kunini Saka Ciceno binatatan serangan kunini 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们各族群的文化更有活力。哦，了解，谢谢老师。好，好，有在写的可以马上播出来后，我们再等个几分钟，不然你写的没有发表出来，很可惜。我们处长写好了，我来帮处长念一下。
这些都是后代子孙要遵循传承的传统文化，其实民主更强盛，绵延不绝，是吧？最大的这个结论让我们这些文化，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遵循去做，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延续不断的传到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不会间断啊。但嘛不难，第二站那边说出展，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翻译的课程。那这几周我在上课都是以母语翻成中文为主啊。最近这个月，所以我们总是要换一下胃口哈。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练习翻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咯。谢谢你们的参与了，希望你们越来越进步，我们一起来彼此来鼓励。好，hati ni ku ani ni ku pi nanam numita hao. Anu jilai li pai hao ji chu chang da ke chan aira kita miniti ni itzalai malali chai kita hao. 好，hati ni ku. 来，谢谢老师，也欢迎感恩学习。再见哦。